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光年魅力慢，但求開心慢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粉紅眼罩呢，有包裝天象，外邊有兩隻噶，分別係和平波同埋合夥奔馳啊。第4位紅衫就係竹園啊，內欄第5有玩笑，中間藍帽第6呢，仲有呢隻手機標霸，外邊係智取。內欄第4啊，紅衫嗰匹就係竹園嚟噶，咁啊再見到移咗出去外邊呢，有智取神區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藍帽嗰匹呢，就手機標霸，等緊後邊嘅話仲有陽光勇士走入去呢，就玩笑光年魅力啊，揈出去外邊追啊，有越進歡欣同埋但求開心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咁啊見到透出嘅馬呢，仲係合夥奔馳噶，埋邊係和平波，中間包裝天象上緊，外邊越進歡欣追緊啊，再攝入邊追仲有竹園啊，內欄光年魅力冇位啊，中間仲係智取神區，最後100零米埋邊竹園喘咗上嚟，贏出呢場慶典杯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合夥奔馳埋邊，出邊越進歡欣第4名，中間包裝天象啊。結果今場賽事竹園都流放尺寸做得好好啊，最後300都不慌不忙啊，咁啊結果攝入去揾到個位，掟甩捧走慶典杯啊。第2名呢，埋邊有合夥奔馳，外邊越進歡欣，中間夾住係包裝。